高雄轻铁的头到尾已经接起来了，民众出门拢真接坐这轻铁啊。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讲，若是摕这悠游卡一卡通去坐，一定爱路卡，特别是悠游卡，若准无路卡片会封锁起来，后回若是赶时间就真不方便咯。高雄轻铁因为收费免满过了，就落车拢爱伫外地路卡收费，若是袂记伫路卡。票卡就会封锁掉，锁掉票卡，敢会当坐其他交通工具呢？有民众就发现讲，摕悠游卡坐轻铁无设置封锁卡，煞袂当坐火车甲高雄捷运，若是一卡通就会使。实际问民众，大家拢唔知影两张卡若是封锁卡有啥物差别，认为应该爱加强宣导。一卡通安尼比悠游卡更较好啦，我是感觉安尼。如果悠游卡被锁卡的话，然后其他都不能搭。那如果一卡通都是被收卡还可以搭捷运的话，我觉得这比较方便。或许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可以宣导一下，或是再贴一些公告，然后告诉一下民众该怎么去处理这些方法。目前悠游卡甲一卡通总共已经发出2亿多张。一卡通的公司表示讲，因为2间公司设计本地就无共款，若是一卡通封锁卡，摕卡去坐高雄捷运甲台铁是无影响。毋过若是悠游卡，敢会当坐台北捷运尔。而且民众爱去轻铁站改卡，才会当继续使用。不管是高雄轻轨、高雄捷运，或是台铁，其实都是我们配合的特约机构。那不管是在营运规则，或是说在合约，或是说交易的一些资安上面，我们其实都是对应主管机关这边合法合规去进行相关的一些流程设计。所以其实在各个运具或是说服务通路上面，都有对立的独立性、独立的运作。国际公司提醒，若是民众坐轻铁卡封锁掉，搁去轻铁站拄一摆，国际公司也伫6个捷运站设轻铁改卡机器，方便民众使用。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